脆弱，到處去奔走，面上別有表情，不會這成就。一聲拜拜，佢哋都知，要個困難過程，有新意思。全界照賣流花，處咗得位，但是往過可能要半半未知。人之為盡麻不一就跑兩天，百姓也自然要鬥分過終點。若做大國公民，只需上路錢。呢一聲拜拜，佢哋都知，要個偉大國政，搞新意思。冷面氣候同樣影響這都市，但是論據可能搞得二人事。这边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乐队老师们，各位打击乐器，打出敬礼。还有我们吉他涂恒，第一的贝斯。阿达，我的 keyboard 这朋友去下课，还有我们 keyboard， 还乐队领班。编曲谢明山，管乐邵东北江艾米，还有我们那个吉他。我们的鼓手 Chris Sabat。